伫咧9月底启用的家己布地新温扣水池供电系统，是目前台湾上界大型的水面供电系统。而且这厂商是伫咧去年寒天施工，供电板甲水面砍甲目睭睭，影响到大鸟来过冬。最近有生态林业师发现讲，本地伫南平区的大鸟，即马是拢看无啊。无共款的鸟啊，拢常常伫无论顶面休困。也毋过有观察生态林业师发现，原本应该爱出现的大鸟，即马煞无去，认为应该是去予太阳能供电板影响到。水鸭可能会因为地形被破坏，为了它们的生存空间呢。那现在因为滞洪池呢，全部为光电板，尤其是在南面，那现在要看到水鸭的机会几乎很少。嘉义县布地新闻的扣水池总共86公顷，其中62公顷是伫太阳能供电板，是台湾目前上大的水面式供电场。针对新闻扣水池大鸟减少的问题，县政府嘛表示，已经有请人调查，会详细注意这的情况。那目前就我们的了解，影响还没有很大，也没有说产生所谓的这些状况，因为这些资料都还要持续做一些收集跟观察，才能对未来我们整个生态保育做一些评断。这个扣水池去年寒天施工的时阵，一开始无闪开大鸟来台湾的时间，后来必须停工等大鸟离开。嘉义县生态保育协会表示，无法度确定大鸟减少是毋是因为施工去互惊到，也毋过会使确定扣水池的空间减少，确实会比大鸟搁去找别位休。那他们栖地被压缩之后，回到主栖地来，以后要再分散到其他的湿地，因为已经变小了。那变小了，可能对他们影响就会比较大一点。那我觉得长期来看，会有不利的影响。一寡上鸟人士咧讲，有真侪尖仔类的大鸟会伫咧新温扣水池遮休冬，上侪一个月有千外只，后个月是这个扣水池来上侪大鸟的时期，到时阵就知影实际的状况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